来看中国的商务部昨公布有史以来上严格稀土出口管制，全球的高科技产品拢会受到影响。各界的半导体、人工智慧等供应链即马是拢错的等。后面嘛正关心讲，嘛表示讲，这会造成双方贸易关系正紧张。美国总统川普嘛强调讲，会考虑停止对中国进口商品。 中国商务初稿伫网站宣布重要信息，12月初一开始要进一步扩大管制稀土管制范围，毋但是干那中国出口的稀土，是要管制全世界任何有中国成分的稀土产品、技术甲相关设备。也就是讲，中国要求所有参揽中国稀土超过0.1%的外国产品，也是用到中国的稀土技术，拢要经过北京的同意。北京这个信息。 就哪像向全球高科技供应链宣战，因为中国商务部特别讲，若是用伫生产14纳米以下的半导体、先进的记忆体晶片、半导体制造测试设备，也是有军事应用发展的人工智慧，这种的稀土出口，拢要个别审查。另外，边啊军事用途、乌名单甲境外的军事用途，中国拢袂同意。 这时间点拄当是美国总统川普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可能要伫10月底南韩亚太经合会 APEC 场边会谈的时阵，川普接受记者访问，大声是讲，伊还未接到简报，煞来伊阁讲中国已经停止买美国的大豆，无定美国嘛爱停买中国货。 We import from China massive amounts, and maybe we'll have to stop doing that. 欧盟是不加忧心，欧盟执委会发言人讲，出口管制会对欧洲企业造成实际的影响，尤其是高科技甲军事供应链。欧洲议会嘛讲，中国的出口管制有威胁的性质，呼吁爱加强行动，减少对中国稀土的依赖。 The Commission expects China to act as a reliable partner and to ensure stable, predictable access to critical raw materials. 中国毋但是全球上大的稀土生产国，佫伫全球的稀土加工甲精炼过程有主导地位。不过，稀土并毋是真罕见的矿物，最主要是精炼是高耗能、污染重，再集中伫少数地区。Because rare earth elements are not rare, but they have this name, rare, right? It gives them this sense of mystique or mystery that makes you think or make the obvious assumption that they are in fact scarce. 目前美中贸易正在谈判，90天占效期的最后一个月，10月底南韩 APEC 川西阁要会面，中国扩大管制稀土，毋但是要做谈判本，嘛要提高对全球供应链的控制权，嘛全世界感觉到建立安全的供应链是真要紧的代志。公视新闻王如梅编译。